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到96节，耶利米书第36章11到26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到第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忧愁改变人心。今天的主题是出自于圣经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0节。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话，他这样说：上帝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这是用不着后悔的。可是属世的忧愁会使人死亡。事实上，忧愁真的会改变人的心，但是这个改变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如果我们来看英文版的圣经翻译，我们阅读这一段经文，或许更容易让我们明白保罗所要提醒的意义。NIV 的圣经是这样写，他说 Godly sorrow brings repentance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and leaves no regret, but worldly sorrow brings death. 我们如果重新翻译这个经文的了解的话，就是说属于上帝来的忧愁会使人回转，导向救恩，并且不会后悔。但是属世的忧愁是会带来死亡的。牧师非常喜欢提醒兄姐，虽然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有这种担忧的事情，我们也都需要面对困境，但是基督徒的人生态度应该是可以担心，但不需要忧愁。担心是指着我们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交托，如同耶稣基督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就不至于落到这种忧愁的部分了。并且圣经也教导我们，生气不要到日落。那如果我们把生气改为忧愁，那意思就是说，忧愁不要到日落。自从武汉肺炎发生以来，台湾经常举行这个疫情的记者会，常观看防疫中心的新闻记者会。感到很特别的是，几乎从来没有看到陈时中部长，这个卫福部的部长，他脸上感到有紧张啊、慌乱啊、担忧啦，或是失控的一些情绪。或许他是刻意要给人一种稳定的感觉，也或许他已经是经历过许多的这种疫情的风浪，所以他可以在多次的疫情威胁之下保持稳定，来带领台湾的防疫。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位防疫的带领的官员，一天到晚表现得像某一个市长一样，很慌乱紧张，情绪失控，言而无终，这样会带来稳定的防疫作为吗？当然是不会的哈。那基督徒所要学习的生命态度其实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在面对压力的下面，我们需要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稳定。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也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他所面对的是犹大国的约雅敬王，他是犹大国第18代的君王，是约西亚王的儿子。
根据历代志下36章第2节到第4节的记载，约雅斤是一位上帝眼中看为恶的王。他的恶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内容是有相关的。他不但自作主张的脱离巴比伦，并且倾向埃及，并且听命于埃及法老王的命令。他也向国民征税，增加税务，不但引起了民怨，还追杀奉耶利米先知只负责传讲预言的乌利亚到了埃及，并且把他抓回处死。他不但得罪了上帝，更把巴录所记载耶利米先知之言这个经书给割破烧毁。在当代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耶利米以及以色列人应当如何呢？慌张吗？自乱阵脚吗？圣经记载了当时候的情境，虽然以利拿单、地莱亚和基玛利亚求王不要烧那书卷，可是王不加以理会，反而命令太子耶拉末和亚斯列的儿子西莱亚和亚伯迭的儿子示利米亚来逮捕我和我的秘书巴录。可是上主已经把我们藏起来了。先知们倚靠上帝，信赖上帝，并且遵行上帝的命令，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并不会因为威胁而惧怕。担任上帝的仆人都有他们所要面对的困境、忧伤，这些来自宣教的困难，以及人的背离与对抗，都是上帝仆人所必须要面对的。这些神人包括旧约的先知们、新约的使徒以及保罗等，都知道要将这些忧伤交托给主。忧伤在上帝的面前，是为了让人回转向他，并且领受他的救恩。这也正是先知耶利米与他的同工们得到上帝保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保罗在书信里面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会友说，我绝对信任你们，十分的夸耀你们，在一切患难当中，我深受安慰，充满喜乐。到马其顿以后，我们还是不能安定，我们到处遭遇困难，遇到冲突纷争，也有内心的恐惧，但是那位鼓励灰心丧志的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鼓励我们。他不但到这里来，还向我们报告他怎样从你们得到鼓励，以及你们怎样渴望见到我，怎样的忧伤，并且热切地为我辩护。这一切使我更加欣慰。基督徒不要轻看忧愁，因为忧愁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转向他，让人们能够在困境中学习倚靠上帝，从上帝、从同工的身上也能够得到安慰。保罗就这样子跟哥林多教会的会友提到了忧愁。他说，但是
我现在很高兴，不是因为我使你们忧愁，而是因为忧愁改变了你们的心。上帝善用你们的忧愁，因此可说我们所做的并没有伤害你们。上帝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这是用不着后悔的。可是属世的忧愁会使人死亡。你们看，上帝这样地善用了你们的忧愁，使你们急切地为自己辩护，并且显出义愤，又警惕，又热望，又忠心，又惩罚不义。在各方面你们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很多时候我们怀疑那一位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会让人遇见担忧的事呢？困难的境遇呢？虽然我们都明白人生总是会遇到高潮和低潮，喜乐和哀愁，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基督徒不应当有困境。牧师非常喜欢提醒兄姐，我们可以担心，但是不要忧愁。我们要学习转向上帝，学习将忧愁的事情交托给基督，让基督为我们担起忧愁，并且领受他所赏赐的救恩、喜乐和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89到96节。上主啊，你的话永远存留，树立在天。你的信实万世长存。你建立大地，使它长久屹立。万有照你的安排至今存在，因为万物是你的仆役。如果我不以你的法律为喜乐，我早就在痛苦中死亡了。我永不离弃你的戒律，因为你用它们来使我存活。我属于你，求你救我，因为我遵行你的命令。邪恶的人等着要杀害我，但我仍然思想你的法律。我看万事都有限，但你的诫命广阔无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在忧愁当中有主可以依靠，能够将我们的人生重担交托给主，让我们的忧愁因为救恩而变快乐，并以主的平安见证主的救恩。感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